来姑啊，安怎？拜托小落来一个。什么代志啊？当年代志大条啊喏。你讲。借问咧吼，迄张内面数字是偌济啊？拢总是674800元。好，歹势，换甲我倒啦。那呢？无法度啦，那我这个朋友老卡准的吼，哎哟，什么好处大拢真好，啊胆量嘛上知，唔惊好白使抢，但是常常听到钱就昏去啦。有哩，无喏，这变成我咧困的呢，伊怎么甲倒遐，我要安怎？是啊，我人遐要倒倒伊。无啦，伊要替你出医药费啊，小少休喘一下啦。无要紧，若买甲好起来吼，这我上内行啊，病院我定咧行。哎呦，大个哦，我咧甲你讲过啊，我加几摆分到遐大粒，听到674800就昏倒，来等啦哈。我本来吼是要去找迄担架啦，结果内底无担架，用好的就好。来，好势未？好势。来，老卡准的哦，我叫哦，看啊嘞，看啊无困啊咯。这是鼻音吼，好啦，歹看。啊，无，我先甲转来太平间。来，拆开门。啊，我叫哦，看啊嘞，看啊无困啊咯。哎呀！你看，人我甲你讲过了，经济歹吼，为着这钱啊，烦恼到怎昏去？哦，有影，我毋捌看讲吼，人会去互钱惊甲昏去的。啊对啊，兄，即摆佫继续要安怎？我感觉愈演愈神情愈趣味哦。这出戏哦，若要演过去，演得较精彩。来，过去啊，来，我来讲。啥？60几万的医药费哦！哎呦，迄病院要抬死人啊！拢免抬，迄老卡准敢听到讲60几万的医药费尔，一声就昏去啊。哎呦，昏去，若换做是我，毋哪昏去尔，惊就惊死哦！你想看觅60几万的，一世人哪有趁遐济钱啊？你看你啦，一只猪嘛才300块，60几万你都要抬几只？哦，有影，我刚抬只猪工钱才300尔呢，60几万哦，哇，算算啊，哎呦，爱抬3、4人呢。咱讲实的啦，来看老卡准哦，伊就是大声话安尼讲啦。啊，即摆等下大官下落到地吼，哼，阿娇吼，若唔插的死就害哦，莫讲想要拍阿娇，我看参死到消防你都拍袂着哦。好啊，这就因查甫人的本性啦。哦，看到迄个水查某囡仔，偌济钱就敢开啦，什么医药费拢要出啊？当然，即摆好看吼，60几万哦，迄豆豆纳无。我跟你讲哦，莫讲你这边来哦，老卡准是老卡准，这边的是这边的，我甲伊个性才无共。老卡，啊你毋是昏去啊，哪遮早就精神啊？哦，我知啊，你著想要趁爽，爱我甲你讲转来吼。唔知对两个夭寿啊吼，讲甲要讲到吼，两个边拢溜皮啦。哦，我好心搁叫认真。哎呦，慢的啦，我无偷误混啊啦，我即马规个心肝拢咧想讲吼，啊钱从哪里来？来得及，去得快。这是大个，我甲你讲过啊，咱无钱咱就承认无钱，就我莫勉强嘛。要承认啥物？啥物勉强？免一啦！男子汉大丈夫已经说出驸马难对，这条钱我一定爱付，啊无吼我民主的扫地。赞。若是安尼正讲，男性的本领就提出来啊。对。无论是落狱还是失去性命，你都得争一口气。好啊，我咱不得去啦。对。我一定要保住男性的性命，这条钱绝对付清楚。恁后某甲我斗阵看觅，看什么办法会当趁大钱。趁大钱有啊，你敢去抢呀？抢你去死啦！抢！恁啊遐心肝无遮尔歹啦。我意思就是讲吼，看当有通做啥物免本钱的生意无啦？哎呦，免讲啊啦！哦，人讲免本钱，通做生意趁大钱哦。有啦，除非吼，你去卖货啦。哦，对，为了交，为着因大遐医药费。卖货，恁老母紧带来卖货。你卖货？真好抽，卡卖咧，卡卖咧，卡卖咧，像甲大你也共款。你这照三顿恁的人哦，货内底拢有酒精粉，做来去内底细菌唔知偌济咧。你迄是个5人的子弟，你知唔知？卖货。你是要安怎？要安怎哟？我跟你讲，
我想一个办法，小解适当。什么办法？即摆的货啊无路用，比石油搁较俗。你若准讲要卖货卖到60几万哦，上少要卖到70、80桶。哪有遮济？所以讲夫妻啦，你敢无听恁的厝主翠姨啊伫咧讲？虽然一寡金啊去互查仔甲拼会着，啊，毋过伊还佫有一库棺材咧，甲借一库棺材出来。啊，对，照棺材，啊是要照棺材咧等于。无啦，不是啦，意思是讲观察本啦。对啦，我讲了闹到的，棺材本就等于现金啦。但是吼，伊个人吼，伫借人钱利息真悬哦。咱这厝边仔去甲借，就拢算5分的哦。5分，甲伊若肯借我钱，25分我就拼伊。哦，你又要搁借钱啊？医药费拢总是674800了。我知啦，啊我著大部分拢总有啊吼，我欠一珠啊尔。哦，你拢总有啊？啊，你到底是还搁存欠偌济啊？啊，我欠674700啦。哎呦，你安尼嘛才总100块尔？是啊，甲头天硬出来了。人100块是阮某叫我去灌豆油的，讲共硬抢去。哎呦，准啊！啊，你敢真是有必要讲为阿娇牺牲遮尔啊大啊？哈，伊为阿娇什么才牺牲大尔？伊讲做这条钱啊，总无哦，伊要去卖货。啊，你甲看觅，这落型的迄一个面啊黄皮皮，唔知有带戏罗啊无？哎呦，佫一只敢若死蚁咧，你看，迄有当时啊，自家回去做别人哦，会去人传染着，你知唔？有型啊！平常时看一个安尼线型，唔知影讲过遮尔啊多情哦。唉，若要我少年时代倒退你20年哦，要人讲碰到一个亲像这款的对我遮尔啊多情哦，我绝对会望叔叔，唔知要死啊偌歹看。哎呦，水困懵困唔通面慢啦！若像你倒退20年迄个时代哦，迄查甫人大部分拢送去南洋做军夫啊啦，啊，迄款的迄多情的种子吼，嘛拢断种啊。咱这世纪吼，拄啊剩一念尔。嘿呐，这个就是我啦。安尼我真衰，我出世了唔对时阵啦，啊是讲，你放心，免烦恼啦。啊，免烦恼。哟翠啊，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爱知影意思是？内面的查某啊，人客来哦，出来甲按来。来了。哦，真正水，真正开始要上班啊！翠姨啊，先等阵敲一刀啊，我甲捧场一下。好，你碰你啥啦？阿彪，你真是要上班？是要分去啊！哎呦！